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年度生肖運程預測。我係吳一燕，本節目焦點會落喺今年運勢較為強勁順利嘅生肖之一屬羊嘅人士。根據本台整理資料以及專業風水人士指出，屬羊嘅喺2026年整體運勢穩定而且有上升嘅趨勢，影響範圍包括事業、財運、健康及人際關係，各方面都會有正面嘅發展。資料顯示，屬羊嘅人士今年心態平和，決策能力提升，市民可以借此優勢積極推廣個人及工作方面嘅計劃，提升整體運程。喺事業方面，本台留意得到，屬羊嘅人士今年會容易獲得新機會以及提拔，市民可以積極拓展事業，掌握有利嘅時機。健康方面，屬羊嘅人士今年整體狀況穩定，市民應該保持規律嘅作息同埋運動，可以進一步強化其身心嘅健康。家庭方面同埋財務方面，容易同家人及同事保持良好嘅互動，市民可以借此運勢進行小額嘅理財規劃同埋投資。以上為本台為市民整理嘅2026年屬羊嘅運程預測。本台將會繼續跟進其他生肖嘅年度運程報道，請各位市民繼續留意。多謝收睇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